AI 应用的范围是真侪，有的企业嘛望讲会当利用 AI 来提算甲面试员工。目前欧盟甲美国拢有定出 AI 人才的规范，爱互来应征的人知影讲有使用 AI 的工具哦，嘛规定讲袂当交互 AI 单方面来决定。咱国的劳动部嘛表示讲，已经咧订定 AI 运用伫劳动市场相关的指引咯。AI 的应用愈来愈快，企业收集家己的大数据，希望应用 AI 来揾人才。虽然比起传统的招募会当提高效率、缩短招聘的时间，不过人力业者认为讲，透过 AI 提算履历，会看见到年岁或者是性别歧视等等。揾头路的人也可能伫找头路的时，透过履历来偷食步。多强调一些跟职缺公司有关的这种职缺的关键字，或者是特别去美化自己的这个个性啊，或者是工作能力的一些字眼哦，特别容易会让这种 AI 挑选出你是这种完美的这种履历。为着保障劳工的权益，劳动部对2023年开始启动人工智慧法制议题专案小组，希望研究相关的指引。法律学者借用美国甲欧盟的规范，提出企业伫咧使用 AI 揾人才时，应该掌握的3大重点。包含企业应该提醒各地来找头路的人有使用 AI， 并且各地收集到的个资甲数据限定使用的范围。要个劳工敢有权利要求退掉，也袂当全部依赖 AI 各方面的决策。比如说他的种族、他的性别，或是他的一些身心障碍状态，这个时候就会允许劳工可以提出一个要求，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招募。这个决定的产出不能够纯然只是 AI 自己推论出来的，包括歧视上的预设、明显的偏误，这些东西都是 AI 自己可能看不出来，可是可以从人类看出来的。学者强调讲，揾人才的结果应该包含人类参与的决策，才会当避免完全依赖 AI 可能会出现的一寡错误，譬如讲歧视等等。如何在科技快速进步之下，充分保障劳工的权益，这要等待政府进一步提出解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